行政院通过科技侦查法的草案，还有通信保障监察法的修正草案，讲警察有权直接调人的电话资料来办案。民团是表示讲，恐惊会侵犯到人的隐私。立委嘛建议讲，若是牵涉到的是罪行较轻的，应该会当卖通用。 联合被害人设计掠车手诈骗问题，逐工拢上演。警方掠嫌犯总是掠袂完，为有效打击诈欺，行政院修法通过《通信保障甲监察法》，按过民间私解团体是批评修法的草案，恐惊会侵害隐私，也甲自信自主。即马早上入去立法院摆审，这原来引起立委的质疑。把一些 特定的轻罪排除，引诱儿少从事色情业的，这个都是很轻。如果说这个不拿掉，这个都没办法掉通年。脱逃罪这也是轻罪。这个像我们上次那个杀警案，这个如果说没有掉这个记录的话，会延误时机。 这届修法的重点放宽办案的限制，只要警方认定有这个必要，就会当直接调阅嫌疑人通讯使用者资料，可能包含电信门号、通讯时间、IP 位置等。有立委认为，恐惊有乌白调阅的问题，建议排除轻罪适用。有立委表示，该采检察官保留。你们现在一步啊，从法官保留跳到什么司法检察官也可以吗？ 所以大家会担心嘛？主要是考虑到人头账户非常多，如果是每一件都找检察官，就是整个人力负荷可能会比较吃紧了。因为违法侦查公开，你会不会？你会违法把这个讯息侦查秘密，我们不会把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你当然说不会嘛。 面对各界质疑，法务部长陈明谦回应：人头问号伤济，若是采检察官保留，恐惊佫增加检方办案的负担。由基层检察官组成的检清检改，呼吁民团无应该阻挡立法。有关科技侦查的相关法案，伫立法院内外拢有激烈的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